手吧。分手也行，能明白我做的几件事的事。你要是能挣脱我的手，我们就分手。放开，你弄疼我了。爱你，才能知道你受的伤。镯子呢？你知道吗？我男朋友跟我求婚了。真的？那你答应他了？是啊，他跟我说他有一辆价值100万的豪车呢，每次开出去没人敢挡他，而且音乐放得特别大。哇，你这是找了个富二代啊！哎，你可别提了，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开洒水车的。媳妇儿，我中了500万，咱们分了吧。好嘞，分手快乐，祝我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我操，老娘以为他要给我分钱呢。你他妈真毒！给我来份炒鸭，掺个蛋，别腌了抓阄。哎，你有没有懂车的朋友？最好是熟人。你要干嘛？帮我咨询一辆价格在150万到260万之间的车。那你有什么要求没？动力在 3.0T 以上，外观嘛要好看，最好是白色，德国车系最好。毕竟质量靠得住嘛。内饰要全真皮，一定要全景贴窗。越野车更好，通过性强一点嘛。就是手动自动都无所谓，主要是好看耐用。有没有呢？哇塞，你现在这么有钱啊？没有了啦，人家只是想做手机平板而已。切。看你妹呀看！哥，你俩在这儿呢。大哥，现在的钱不值钱了呀。遥想10年前，我拿着1块钱走进超市，可以带走1瓶老干妈、2包方便面、3根火腿肠、4包辣条。哎，就是啊，可现在不行了呀，装监控啊。有53厅吗？没有。有奔驰宝马吗？也没有。存款超过6位数了吗？更没有。那还相什么亲呀？我是 CEO， 管理几百人。早说呀，你个死鬼！干什么的呀？皇家 QQ 群主。滚！明总，你做微商这么久，赚到钱没？微商，曾经有个月，我1个月赚10万块钱。10万，这么多，你咋赚的呀？卖假货，让人把胳膊打断了，保险公司赔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高考刚结束，广大高3学子终于得到了空前大解放。在接下来度过的这个最漫长的暑假，应该是最五味杂陈的一个假期了。需要开始面对的是人生中第1次重大抉择，也会憧憬和幻想即将踏入的象牙塔梦境，还会有一些同学提前步入社会。多年后，当我们再次回忆起高考，你又有哪些想说的话呢？接下来就请跟着我们节目的时光机，一起去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高考吧。有好几个人躲在角落里在那拜考神，然后我就很好奇，就过去就看，他们就拿了个小纸条，上面画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，反正就挺奇葩的一个考神，就一直在那拜，一直在那拜，我就觉得也太可笑了。那个其实也没用，他们就是
很虔诚的在那拜。第一场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老师比较紧张，拿着那个起风卷不给我们看，然后对着摄像头说：“我起风了。”然后我们就全班就笑了。好了，那么本次的时光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，或者是想对其他朋友、亲人们倾诉，可以拍视频发给我们哟，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博、微信，给我们留言。下期时光机等着你们哟，拜拜。